凌晨5點15分，Hello 大家好，我係窮爸爸 Leo。繼上次有提過下之後，今日想同大家再傾下理財呢個話題。今次會深入多少少講下我自己嘅經驗。首先講定先，我唔係財務顧問，我唔係什麼投資專家。今集呢，純粹係我自己分享我嘅經歷同睇法。如果你對呢啲話題有興趣，請你自己做研究或者揾專業人士提供意見。我記得我自己出嚟做嘢之後呢，好似個個出嚟打工咁，我都要每個月供 MPF， 供咗10年 ？No， 13、14年。上次我問過大家一個問題，就係如果你今日65歲退休，你覺得你嘅 MPF 夠唔夠呢？再簡單啲，你知唔知道你而家 MPF 有幾多錢啊？你知唔知道你每個月供緊去邊？你知唔知道佢幫你買緊啲乜嘢？如果你5年前問我頭先嗰3個問題，我真係全部都答唔出。而家諗翻其實都幾誇張，因為大部分嘅香港打工仔嚟講呢， MPF 就係佢哋人生最大嘅投資戶口，但係偏偏又係最多人完全冇理過嘅戶口，好似每個月供咗落去咁，之後就完咗事，不聞不問，剩低嘅就交俾命運。By the way， 如果你聽到呢度又中意我哋講嘅 topic， 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感謝。我想講，當我自己用心去理解理財呢樣嘢之後呢，其實我發覺 MPF 本身呢樣嘢唔係一個壞制度咯，只係大部分人冇用心了解過。相反，我覺得佢解決咗一個好重要問題，佢就係逼你儲錢啊！因為如果冇 MPF 呢樣嘢，老實講，有幾多個人會主動儲錢，預備退休嗰嚿錢啊？ MPF 個概念同本質其實好簡單，每個月供一筆錢落去，然後買入組合好咗嘅股票、債券或者其他資產嘅基金，佢利用時間 compound 咁慢慢越碌越大。其實佢之所以有效，其實靠嘅係一個非常簡單嘅概念，叫做 Dollar Cost Averaging， 簡稱 DCA， 中文通常叫佢平均成本法。聽落好似好深啊，其實一啲都唔複雜。佢意思就係每個月同一時間掉一嚿錢落去，升市嗰陣時要買，跌市嗰陣時都照買，唔估頂，唔摸底，唔預測市場，就係一直買。例如每個月嘅1號，你擺1000蚊落去，個市場升咩？買咯。個市場跌緊咩？都買。金融海嘯買，疫情買。聽落好無聊，但呢個係已經 proven 咗最有效嘅投資方法。因為長期嚟講，時間往往比天分更加重要，紀律往往比聰明更加重要。有一本書投資入門必睇嘅，我諗好多人都識噶啦，就係 The Psychology of Money。個作者講過一句我好中意嘅說話 ：Doing well with money has little to do with how smart you are, and a lot to do with how you behave。理財成功好多時唔係因為你有幾聰明，而係因為你有幾自律。呢幾年我覺得呢句嘢好真，因為大部分人輸唔係輸知識，而係輸行為。見個市跌就驚，見個市升就追，見朋友賺錢就衝入去。不過好多時都變咗高買低賣，不停循環，咁咪輸錢咯。講翻 MPF 先啦，我自己嘅睇法係 MPF 係一個好嘅開始，但係真心絕對唔夠。所以我一直覺得，當一個人去到35歲至55歲左右，真係要進取啲幫自己諗一諗。因為通常呢段時間就係一個人收入最高嘅階段，呢段時間好重要，因為你一開始有能力創造一個差距啊，收入同埋支出嘅差距。而對好多普通人嚟講，即係我哋啊，所謂嘅財富其實就係由呢個差距累積出嚟。你賺5萬蚊，用晒5萬，剩低0，冇可能建立資產。但係如果你賺5萬蚊，用3萬5，剩翻15000，然後長期投資，咁你就可以慢慢累積。以我為例啦，大約3年前開始，生活、收入、
都開始頂啦。供完樓應付晒所有開支，我通常都會有8000至1萬蚊剩，咁我就會入晒落個股票戶口度。我冇追嗰啲 hot stock 啊，唔追消息。每個月我都就咁買晒落 QQQ， 即係納斯達克指數嗰個基金。唔好講少，3年啦，而家條數都幾靚仔。個重點係 MPF， 你一半公司一半，各1500蚊，一個月都係供得3000，做得啲乜嘢啊？當我自己每個月剩咗嘅錢放入 QQQ 度嘅時候，慢慢我學咗呢個遊戲，我終於自身咁深深明白 DCA 平均法原來咁 Q 強。記住，投資最難嘅部分唔係揀什麼什麼熱股、什麼什麼產品，而係控制自己，係 discipline， 係 consistency。最後呢一點係少少離題啦，不過興興地我好想講嘅就係點解學校從來冇教過我哋呢啲嘢？微積分我學過，物理我學過，化學我都學過，但係冇人教過我哋 financial planning， 乜嘢係 ETF 啊，乜嘢係 DCA， 冇人教過我哋 compounding， 冇人教我哋資產配置。師兄啊，呢啲知識先係影響我哋人生最大嘅嘢喎，點解可以冇學過嘅呢？如果你今日聽完呢一集，我只希望你做一件事，打開你嘅 MPF 戶口睇一睇，望一眼，了解下佢，因為冇人會比你自己更加關心你自己嘅未來。而退休呢件事最危險唔係準備得唔夠，而係從來冇開始準備過。我係窮爸爸 Leo， 講多次啦，如果你中意我哋講嘅 topic， 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撳個鐘仔，感謝。如果你有意見或者有任何嘢想 share， 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。咁就係咁啦，下次朝早5點再同大家吹下水，拜拜。